蛮相文史工作室的郑道聪郑老师。谢谢。哇，这文史工作室。最旁边这一位我想各位已经感受到他的魅力了。哦，我们那个林教授，跟我们这边来林茂贤林教授。林教授好。那我们今天真的非常荣幸哦，我们把他们呢聚集在一起。张主任，专家，教授。对的，接受这几年工地6000人啊，因为我以前中国讲沈美良沈主任哈，他就断理不给，他就过来描述那个景象哈，景象到老给的，一共扎给老回了，所以那个地方还有宿舍，你可以看看，那个地方现在还有这个老宿舍哦，还有这个老宿舍存在啊，各位去看一下，这个最近拍的照片而已，就最近拍的照片。还有老宿舍区哈，你来经过一边路的时阵啊，你还到边还是一边路可以去看一下啊，这个地方啊，这个头部是较大做老个啊，暗时啊拢有广告后街，叉叉街的地方哈，那个地方很热闹哈。好，基本上的中村剩下一个宿舍，啊，这个好。新林公园到南岭丽都新哈，这个新林公园变成南岭丽都新，我想这个还是有历史的。我想这段历史各位必须要能够知道哈，因为新林文化中心边岸就有体育场扎基市跟新乡，哦，你可以看日本神社哈，因为建筑物的基本上属于那个所在，建筑物啊，你会记迄搭遐有树啊无？你新乡记袂？你会记种新乡就是安尼记袂？就是种树啊，哦。较早迄个所在叫做5号公园啊，就是咱讲即嘛，咱就是较早讲中山公园嘛吼，那个地方以前是中山公园，后来光复后以后啊，改成体育场嘛，啊旁边有游泳池，即嘛游泳池往下调啊，装变成记忆啊，所以你也无讲吼，这个记忆都以后都不知道那个地方以前是游泳池，那个所在游泳池即嘛被批议会嘛，好像新的议会要盖在那里嘛哈，那个地方以前是游泳池啊，较早还有新田公园，新田公园的地区听说很大，包括县政府，包括现在的议会。管政府较早拢新娘公园的所在，新娘公园较早足大，因为光复后了，慢一切一地才比管政府，切一地才比起迄个啥物啊，起迄个到新娘便宜，起一个起议会，切一个做新娘市公所，那个地方以前通通是新娘公园的范围哈，好，这个，所以你会发现哈，前阵子不是在盖那一栋大楼的时候。那个新林5号公园的财产是新林郡的旧财产啊，所以没有移转好啊，没有移转好的时候，他的土地所有权人就是怎么样，新林旧、新林郡收给征东5号把国仔来啊，所以他的什么，他的产权是新林市柳营乡、盐水镇、后壁乡、东山乡、白河镇、新鸭到现在5号公园，它的产权事实上是这些乡镇共同管理的啊，所以要起那什么，我会记得要起，即摆照顾场地经啊，就是爱当囡仔。爱有家的，爱几头银呐，要钱给他们了哈，就是说卖了所得以后还要给这些乡镇啊，这是顺便跟各位报告的。好，那么那个苏县长就位以后啊，就把这一个新林公园哈，他又把它改建为新林丽都新，所以后摆人哈，新林丽都讲新林丽都新，但是已经唔知讲这是较早新林公园改。新娘公园改做5号公园，5号公园了后，改做新林丽都新，这么改做停车场啊，这个改变了哈，说实在也是怎么样，也是相当的快啊哈，没有几年就变成这样。好，我想在结尾的时候有些其实因为这个我总是觉得说这个比较重要了哈，这个还没改错了。我想。影响老街发展的因素为何？刚刚我稍微到最后，新林整个大汉县的县治所在地，是不是跟往期的所在？我们新林的发展是不是到了瓶颈？是不是也有新兴的都市会取代它？整个行政区域的划分是不是会再重整？其实我们台湾省，你看在日据时代，行政区域的划分是非常频繁的，一个时阵的行政区域都来划分，因为一个所在发展它一定会变化，包括咸水甲新的这个变化。
这变化了，你若要加重新没有在行政区重新划分的话，对于在行政上会造成困扰。啊，所以我认为啊，就是说，可能几年后或许会有这样的一个举动啊。好，荷兰、民政、清朝、日本、国民政府、绿色执政都过来，是要安怎咱台湾发展，到底是要对对起？我想长远的来想，你去思考这些历史上的问题，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讲了我们从刚讲了那么大段，其实这个物件哈是值得各位思考的。所以我们在面临这样的一个环境，面临这样的时空，所以我们必须要怎么样？我觉得你必须做好时间管理。因为时代变动会越来越快，生活和时间割裂会越来越严重，啊，必须要有这样的体认，你必须要做好时间的管理。各位发现哈，尤其是现代的人，啊，你会发现你的时间是越来越割裂的，包括我现在在内哈，早上班完以后还要去带孩子，尤其在接送孩子的时候，啊，有3个囡仔，我捌一届吼，3个囡仔，我这小孩子3个都在上小学的时候，拢有才艺，啊，有那补习有诶无诶吼。我一届讲吼，迄4点外下班吼，再到尾10点外，再到尾10点外就再了啦。我这样啊，一个表现了哈，你必须创造历史，否则你就会被历史淹没。创造历史的话，你的眼光就能够远大啊，你必须要能够有远大的一个什么啊，一个眼光。对不起啊。这个印钞用处，填的更正。这边的建设是昭和8年，1933年，但是后面它上面写到大正9年是1920年时间拓宽，这两个时空上的好像有点问题。你是说什么问题？日期昭和8年。对，1933啊。对，就是说大正9年在前嘛，哈。大正9年在前，昭和8年在后嘛。开始规划。规划，但是没有做。啊，规划是在后面嘛，哈。规划在后面。大正9年的时候拓宽了15米，所以应该是大正9年那个地方先啦，哈。那这是昭和8年的这个时空上，所以可能要颠倒过来。应该是拓宽15米那个地方是没有错，那规划就是说，升格为街的时候规划一些街道的规划可能在后面开始规划，所以我在写的时候可能这个地方没有注意到，很感谢哈，你把它指出来，所以可能在时空上有问题，对，没有错哈，因为我在整理的时候没有注意到，所以那个时空有点，因为昭和是在后面，大正在前面。所以应该是这一个拓宽15米的时候，对，先拓宽，这个道路是先拓宽的啦，道路是先拓宽的，那规划的时候在后面再做一些整个东西的规划。这一页最上面呢那个第3题，明治38年10月的时候是有人家新建点，填水的，以后要安水。这是1905年，但是后边资料有写讲1901年，今年已经设站。开始设站，一直到这个要去纵贯铁路搭设站，这是各有一段时间，所以相隔3年嘛。明治38年。因为照航标意思，讲实在规划是比青了，走盐水啊，首先规划，规划是你讲讲反水，这个新名早是1901年。明治38年，日子新。谢谢。34年的时候。明治34年的时候，进行设立了。应该是明治38年，这个年段是整个铁路全线通车的
连带了。对对对，1905年是前线通车，1901是那个我们新里设站，还没有前线通车啦。所以我前面上面那个明治38年是整个前线通车的连带了，前线通车的连带了。哦，它整个设立跟整个新建完毕的连带了。哦，大概跟落差这样的。明治38年，1905年是整个北路新店完成。那1901年的时候，是我们台新里这个地方设站，提高机的所在，还有前线通车的。对啊，所以我这个明治38年这个其实我不应该说在这个地方讲这个年代啦，应该是这个年代就不要写，这个年代不必写，反正就是说他们在规划的时候就有这种反对，所以这个地方所以明治，他讲的有道理啊。第7页那个地方，明治38年1905年，我那个年代是他们纵贯线前线通车的年代了，因为那个年代是那个年代。那1901年明治34年1901年是那个我们新里开始设站，那个地方还没有前线通车。好，各位还有没有问题？开中正路这个基础要件恁的来到上班而且管理员会而且向咱民府中正的先进大姐，讲一句多谢，努力感谢您大家辛苦，多谢。而且我让大家等你咱这先进大姐等你，特别合境平安合境平安，大家注意啦大家大赚钱多谢。好啦。